各位这平安，教主的稳定，咱要做伙来读圣经，咱要用华语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经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6章，我们会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经文一起来读，所以我们会用每天一段时间一起来读我们的读经。所以今天的经文会是在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6章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拿出你的圣经，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6章，我们一章一章来读。雅各的儿子们各带了家眷，跟雅各一起到埃及去。他的名字是吕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萨迦、西布伦、便雅悯、但、拿弗他利、迦得、亚瑟。这些人都是雅各的直系子孙，总数70人。雅各的另一个儿子约瑟早已到了埃及。后来约瑟死了，他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同辈也都死了。可是他们的后代，就是以色列人，人口增加很快，又多又强盛，遍及埃及全境。后来埃及有一个新王登基，他对约瑟的事毫无所知。他对埃及人说：“这些以色列人又多又强盛，对我们是一种威胁。一旦发生战争，他们可能跟敌人联合攻打我们，逃离我们的国土。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他们人口的增加。”于是埃及人指派监工，强迫以色列人服苦役，用这方法来打击他们的情绪。以色列人建造比东和莱瑟城，作为国王的补给中心。但是埃及人越虐待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越生养得多，人口分布得越广。因此埃及人惧怕以色列人。埃及人命令以色列人做苦工，奴役他们，要他们和泥造砖，在田野做苦工，使他们痛苦异常。埃及王又叫2个希伯来的接生婆来，一个叫斯弗拉，另一个叫普阿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替希伯来妇女接生时，如果他们生下的是男婴，就杀掉；女婴就让他们活下去。”但是这两个接生婆敬畏上帝，不服从国王的命令，他们让男婴活着。于是国王把他们叫来，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让男婴都活着呢？”他们回答：“希伯来的妇女不像埃及妇女，她们很强健。我们还没赶到，她们已经生产了。因为接生婆敬畏上帝，上帝特别看顾他们，让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。以色列的人口继续增加，又很强盛。最后，埃及王对全国人民颁发一道命令：希伯来人新生的男婴都必须扔到尼罗河去，只准女婴活着。”接着我们要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章。
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和他同族的一个女子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看见这婴儿那么俊美，就把他藏了3个月。到他实在隐藏不了这孩子，就拿蒲草编了一个篮子，涂上防水的沥青和柏油，把孩子放在篮子里，然后把篮子藏在河边芦苇丛里。这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，要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国王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，她的宫女们在河边散步。突然，她看见芦苇丛中有一个篮子，就叫侍候的宫女去拿来。公主打开篮子，看见一个男婴在哭，就心生爱怜，说：“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儿。”那时候，婴儿的姐姐走出来，对公主说：“请问，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女人来做她的奶妈？”公主说：“好啊。”那女孩就去叫婴儿的母亲来。公主对那女人说：“把这婴儿带去，替我养他，我会给你工钱。”于是那女人把婴儿接回去抚养。这孩子长大后，母亲把他带到公主面前，公主正式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。她说：“我从水里把这孩子拉上来，就叫他摩西吧。”摩西长大了，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同胞。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。有一次，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。摩西左右观看，以为没有人注意，就下手杀了那埃及人，把尸首埋在沙里。第二天，摩西又到那里去，看见2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就对那个理亏的说：“你为什么欺负自己的同胞呢？”那人回答：“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你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也要杀我吗？”摩西一听见这话，心里害怕，想：大家一定已经知道我所做的事了。国王听到了这事，要杀摩西，摩西就逃到米甸去，住在那里。有一天，摩西坐在井边，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7个女儿出来打水，装满水槽，要给父亲的羊喝。有一些牧羊人来，把他们赶走。摩西起来保护他们，又帮助他们打水给羊喝。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？”他们回答：“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的忙，把欺负我们的牧羊人赶走了，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。”父亲问女儿：“他在哪里？为什么把他留在外边？去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”后来摩西同意住在那里。叶特罗把他女儿希波拉许配给摩西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。摩西说：“我是寄居异乡的陌生人，就给这孩子取名革顺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仍旧过着奴隶的生活。他们向上帝求救，呼求他帮助他们脱离苦役。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呻吟，记起他曾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。他看见以色列人被奴役的情况，非常关心他们。第3章，
有一天，摩西为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放羊，他领了一群羊横跨沙漠，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。在那里，上主的天使像火焰，从荆棘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荆棘着火，却没有烧毁。他想，这可怪了，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？我上前去看看吧。上主看见摩西走近，就从荆棘中呼叫他：摩西，摩西！摩西回答：是，我在这里。上帝说：不要再走近，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是你祖宗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遮着脸，不敢看上帝。上主说：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，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。我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所以下来要从埃及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，领他们到肥沃、宽广、流奶与蜜的地方。那里是那里是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。我的确听见了我子民的哀嚎，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压迫他们。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，你去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可是摩西对上帝说：我算什么？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，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？上帝回答：我要与你同在。你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你们要在这山上敬拜我，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凭证。摩西说：当我去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祖宗的上帝差我到这里来，他们会问他的名字是什么？那时我该怎样回答呢？上帝说：我是创始城中的主宰，你去告诉他们，那位创始城中的主宰差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我是上帝，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，这就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世世代代都要这样称呼我。你要去招呼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告诉他们，我上主他们的祖宗的上帝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曾向你显现。要告诉他们，我来到他们当中，已经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他们。我决定要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已经受够了苦头。我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，就是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。我的子民会听从你对他们讲的话。然后你要带以色列的领袖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曾向我们显现，现在请你准许我们走3天的路程，到旷野去，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献祭。我知道，除非我逼他，埃及王是不会放你们走的。但是我要用我的全能行各样神迹来惩罚埃及，最后埃及王会让你们走。我要使埃及人尊敬你们，所以当我的子民离开那里时，他们不会空手离去。每一个以色列女子要到邻居的家去，并向埃及妇女索取金银首饰和衣服。以色列人要把这些东西给儿女穿戴，这样就把埃及人的财富带走。第4章，
摩西回答上主：要是以色列人不信我，不听我的话，说你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，我怎么办呢？上主问他：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回答：一根杖。上主说：把它扔在地上。摩西把杖一扔，就变成蛇，他就逃开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伸出手来，抓住蛇的尾巴。摩西伸手抓住蛇的尾巴，蛇又变成杖。上主说：这样做就能够向以色列人证明，上主他们的祖宗的上帝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曾经向你显现。上主又对摩西说：把手伸进衣襟里。摩西就把手插进去，手抽出来的时候，竟长了麻风，像雪一样的白。于是上主说：再把手插进衣襟里。他就照着做了。这次再收出来，已经复原，跟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。上主说：他们若不信你，就不信第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一定能使他们信服。如果这两个神迹还不能使他们信服，他们仍旧不听你的话，你就取一点尼罗河的水泼在地上，水会变成血。但是摩西说：上主啊，不，请不要拆我，我一向没有口才，你和我说话以后也没改变，我就是这么一个笨口笨舌的人。上主对他说：谁给人口才？谁使人耳聋口哑？谁使人看见？谁使人瞎眼？是我上主。你就去吧，我会帮你讲话，我会告诉你该讲什么。但是摩西回答：不，主啊，请差别人去。因此上主对摩西动怒说：你不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很有口才，他正出来迎接你，他一定很高兴看见你。你告诉他该说什么，我会赐你和他口才，我会教导你们该做什么。他要做你的代言人，替你向民众说话，而你就像上帝一般，只是他说什么。你带着这根杖，因为你将用它来行神迹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特罗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：请让我回埃及去，看看我的亲属是否还活着。耶特罗同意了，就跟他道别。当摩西还在米甸的时候，上主对他说：你回埃及去吧，那些想杀你的人都死了。于是摩西带着他的妻子和2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，向埃及出发。他手里拿着上帝要他带着杖。上主又对摩西说：回到埃及后，你一定要在埃及王面前行我赐你能力去行的各样神迹。但是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不放我的子民走。那时候你要告诉埃及王，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我要你让我的儿子去敬拜我，你拒绝了，所以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在回埃及的路上，摩西搭营过夜，在那里上主遇见他，想杀他。因此摩西的妻子希波拉拿了一块锐利的石片，割掉他儿子的包皮，用它碰摩西的脚。就是因为这个割礼，希波拉才对摩西说：你真是我用割礼的血换来的丈夫。因此上主就没有杀摩西。同时上主对亚伦说：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。于是亚伦往上帝的山去迎接摩西。亚伦一看见摩西，就上前亲他。摩西把上主要他到埃及去做的一切事，就是他要讲的话，
他要行的神迹都告诉亚伦。于是摩西和亚伦到埃及去，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们。亚伦把上主告诉摩西的话都告诉他们。摩西也在人民面前行了上主要他行的神迹，他们都相信了。他们一听见要他行的神迹，他们一听见上主眷顾他们，也知道他看见他们受虐的情形，就都跪下敬拜。第5章。后来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王，说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：放我的子民走，好让他们到旷野过节，敬拜我。埃及王说：上主是谁？我何必听从他？我为什么要放以色列人走？我不认识上主，我也不放以色列人走。摩西和亚伦回答：希伯来人的上帝已经向我们显现，现在请你准许我们走3天的路程，到旷野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献祭，否则他要用疾病或战争消灭我们。埃及王对摩西和亚伦说：这是什么意思？要那些人耽误工作吗？叫那些奴隶加紧工作？你们以色列人人口已经比埃及人多，还想叫他们不做工吗？同一天，国王命令埃及监工和以色列人的领班说：不准再给以色列人做砖的草阶，叫他们自己去找。但是要他们完成跟以前同样的数量，1块也不准少。他们懒惰，才要求让他们去向他们的上帝献祭，叫他们做更重的工作，忙一点，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听信这些妖言。埃及监工和以色列人的领班就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国王有令不再攻击你们草阶。他说：无论走多远，你们必须自己去找草阶，砖头的数量却1块也不准少。于是以色列人到埃及各处找草阶，监工逼他们，要他们每天交出来的砖头跟以前攻击他们草阶时一样多。监工鞭打埃及人指派的以色列人领班，责问他们：为什么工人不能交出跟从前一样多的砖头？于是那些领班去请求国王说：陛下，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？监工不给我们草阶，却要我们交出跟从前一样多的砖头。现在我们都挨打受罚，这是你们埃及人的过错。埃及王说：你们懒惰、愚昧、偷懒，才来请求让你们去向上主献祭。快回去工作，我们不给草阶，你们能要交出跟从前一样多的砖头。领班一听见他们每天能要交出跟从前一样多的砖头，就知道大祸临头了。他们出来看见摩西
和亚伦两人在外面等候。他们就对摩西和亚伦说：上主一定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，你们使国王和他的官员憎恨我们，使他们有了杀我们的借口。上主一定会惩罚你们。于是摩西回到上主面前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虐待你的子民？为什么差我们来这地方？自从我到国王面前为你讲话，他更加严酷地对付你的子民，你却一点都不救助他们。第6章，上主对摩西说：你就要看见我怎样对付埃及王了。我要逼他放我的子民走，我要逼他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国境。上帝指示摩西说：我是上主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我曾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神圣的名字启示给他们。我曾经与他们立约，应许把他们寄居过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现在我听见以色列人因埃及人奴役他们而发出哀求的声音，我记起了我的约，所以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这样说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搭救你们，从埃及人的奴役下释放你们。我要伸出大能的手，大大地惩罚埃及人。我要拯救你们，我要把你们当作我的子民，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。当你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获得自由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是你们的上帝。我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那块地，以那地作为你们的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摩西把这件事告诉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，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使他们丧志。于是上主对摩西说：你去告诉国王，他必须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摩西回答：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，国王会听我吗？我是个不会讲话的人。上主命令摩西和亚伦去告诉以色列人和埃及王说：我命令你们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。以下所记载的是以色列的族长。雅各的长子吕便有4个儿子：哈诺、法路、希斯伦和加米，他们构成了吕便支派之族。西缅有6个儿子：耶摩利、亚敏、阿辖、雅金、索辖和扫罗。扫罗是迦南女子所生的，他们构成了西缅之族。利未有3个儿子：葛顺、哥辖和米拉利，他们构成了利未之族。利未活到137岁。葛顺有2个儿子：利尼和示美，他们各有许多子孙。哥辖有4个儿子：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和乌薛。哥辖活到133岁。米拉利有2个儿子：摩利和姆士。这就是利未之族和这一族的后代。暗兰娶了自己的姑姑
约基别，他生了亚伦和摩西。安然活到137岁。以斯哈有3个儿子，可拉、尼腓和细基利。乌薛有3个儿子，米沙利、以利撒凡和西提利。亚伦娶了以利沙巴，她是亚米拿达的女儿。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亚伦生了4个儿子：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和以他玛。可拉生了3个儿子：亚希、以利加拿和亚比亚撒。他们是可拉氏宗族各家族的祖先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帖的女儿，他生了菲尼哈。这些都是利未支属下各宗族。家族的族长亚伦和摩西，就是曾经奉上帝命令说，去把以色列各支族一对对地领出埃及的那2位。他们也曾向埃及王请求释放以色列人。从前上主在埃及对摩西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上主，你要把我和你说的话都告诉埃及王。”但是摩西回答：“你知道我没有口才，国王怎么会听我的话呢？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6章。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读经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读经，让我们用1年的时间，从4月到11月把圣经读完一次。愿上帝祝福你。